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一柄山铺出台花，西外沧桑流传，铁条溪弯弯弯弯穿老点情入海。乡史簿记讲，一阵小人写西拉雅人受到迫害，离开因的故乡，一阵人往西，一阵人往东走，三摆受到外来政权迫害的台湾历史。这部小说分西史簿记甲东史簿记，进前已经有讲过西史簿记，今日我来讲东史簿记。东史簿记甲西史簿记相共，嘛有真侪人的故事。毋过我今日来讲内底主要咧讲的太雄甲伊的阿爸宝啊。东史簿记的第一章就为高雄美丽乡布仔寮开始讲。即阵若是坐高雄的甲仙快线，内面都有一站号做布仔寮，遐有一个叫做朱宝的人，时间已经讲到1950年代。迄当阵，一个宝啊，秘伫壁肚内底，伊的牵手是逐工会摕物件互伊食。伊是安怎刣着秘伫壁内面？因为进前有一工暗时仔的时阵，伊去甲朋友啉酒，讲着因过算命的讲，伊74岁会做总统。规定朋友是甲伊讲算笑，念伊讲上帝的拢会做总统，念伊讲人总统是拢用选的。结果，这群人就去互警察抓去关啊！宝啊，为着要逼警察转逼入去壁内底，一直到有一个妖伯啊去甲伊骗出来自首，伊转互人抓去关伫火烧岛。宝的后生就是太雄，伊是庄内上敖读册囡仔，伊第一名考调台南师范学校。毋过，因为因老爸是政治犯，就互人派转去山区的学校教册。太雄一直拢看袂起山区的原住民囡仔，后来知影因阿姐春啊要去甲原住民结婚，是足反对的。听候到因姊啊要生囡仔的时阵，也要一直话讲袂见效要生番仔囝。若要讲歧视原住民，太雄伫册内底应该排伫足头前的。这册内底人物安排是互无读册就去趁钱互因小弟读册的春啊，愿意甲太雄咧讲的番仔结婚，也受过教育，嘛受过中华民族意识洗脑的太雄，才会歧视本地就住伫台湾的人。毋过太雄有一天去找伊的医保组，才知影因阿母水粉就是西拉雅人的后代。就是互汉人为西边遐赶来到布仔寮食的。伊阁去看到日本时代的户口簿啊，才知影讲伊的祖先迄时是互人登记做食番。同一个时阵，太雄的学校来一个生了真水的老师，太雄是真介意伊，两个带去到迄个查某因兜，才知影讲因就是也有保留西拉雅文化的原住民。太雄嘛改变伊对原住民的看法，因两个人结婚生囝，刷落来也阁有真侪故事。册内面讲到的总统案，讲宝啊秘入去壁肚内面是真正发生过的代志。新竹有一个号做施如丁的人，伊自新竹公学校出业，就去宜兰农业学校读册。
伫白色恐怖的年代，就互人当作强匪仔的肉。伊死嫁米，后来是因兜的人加起一堵壁，壁甲壁的中央留2笑看，互伊会当倒落来，外面佫藏一寡物件，互伊秘伫遐。伊日时的时阵，拢住伫内底，下晡时啊，因小弟才会甲带出来活动。伊就安尼秘18冬。因为警察是一直咧找伊，所以因厝内的人、老爸老母甲因小弟拢受到凌迟，是一个足悲惨的故事。后来的人知影施如珍这个事件，也阁有甲伊改编做电影、电视剧。陈雷老师的小说写宝啊秘伫壁内底，应该嘛是为这个事件来的。东蜀宝记嘛有详细写着汉人安怎霸占西拉雅人的土地。自英国的经验，西拉雅人嘛学着讲着爱防漏仔，因无阁互汉人入去住，也嘛无阁要租地互汉人去做事。有一个淡水，就是一个罗汉脚，伊来到乌山岭的二社遐无通食，西拉雅人互伊食，互伊住。伊为着要留落来，就假讲家己嘛是西拉雅人，搁伫遐娶某，偌久想要爱有土地，就联合外口的罗汉脚来抢西拉雅人的土地，结果害本地住伫遐的人搁东走，歹啊，就是带囡仔搬过即个乌山岭，搁撩过后窟溪，来到南珠山溪去互人救起来。册内底汉人要抢原住民的地，也阁有另外一招。大清国的时阵，讲是理番政策，伊的一步就是管理西拉雅人的出入，莫互搁较侪人入去社寮内底，本地就剩无偌侪西拉雅人，自然就会愈来愈少。汉人无刣无抢，原住民无资源，无人就偷偷啊无去啊。若是为头读这部小说《乡试宝记》，读到东蜀宝记遮，真侪代志就会交代较清楚。像讲太乡的医保组或者本基，伊就甲西拉雅人安怎走来到东平，册头前写过遐的经过，佮整理一摆。伫东蜀宝记内底，本基嘛会交代伫西蜀迄个无头也佮会飞的查某人是啥。伫西蜀内底有讲到，当春夏为楼顶抱一个囡仔跳落来时阵，伊有影着一个查甫人伫天顶咧飞，毋过无头，穿筒裙，举一支风吹，佮带一只乌狗。迄个人就甲春夏讲：飞啊飞啊，你会晓飞。落尾手本基就讲互因的后代听，原来这个就是因的祖先。西拉雅人的社头或者目肚，是伫内里写事件的时阵去互人抬起的。伊会不时出来保护伊的子孙。甲伫西蜀内底汉名或者赖昌的包心相共，本基就是伫东蜀内面迄个甲西拉雅记忆甲文化传互后代的女性。伊会晓讲西拉雅的语言。会晓唱西拉雅的歌诗，靠伊甲太乡讲清楚因祖先的故事。伊嘛甲太乡的母仔囝唱西拉雅的歌。若讲西蜀内面有真侪勇敢咧保护红婴仔，也是抱婴仔逃命的女性。东蜀内底有2个足想家己的囡仔，想甲起笑的女性。一个是金枝。伊是伫查某间内底讨食，想要生一个囡仔通嫁人离开遐。毋过这个囡仔的老爸已经有某啊，所以伫伊毋知影的时阵，别人就摕老摕药啊互伊食。伊囡仔无去了，怎起笑，转去到因老爸老母的厝，后来啉农药自杀。也阁有另外一个是春风，春风是足想要爱囡仔的，结婚3冬拢无生。结果是因翁做大水的时阵死去了，伊才有生。这个红婴仔生落来，就互山婆抱走啊。这款刣婴仔的故事，英国应该袂少。
陈雷老师把这个女性写入去小说内底，为遮会当看到女性无论是要爱囡仔，也是无爱生囝，拢毋是因家己就会当决定的。小说后壁也阁有一个目甲会晓飞的春仔相共，互我印象足深的是无道财的秀姑。故事讲，秀姑自细汉就无道财，伊为着要爱有一个道财，就去问因的长老，结果长老怎拍落去角败。长老讲，秀姑就是迄个无袂记得家己是蛇的排湾族人，因过伫大武山有真济百步蛇，创作者互这个蛇有两只手、两只骹，互因会当行路，会当拍啦。毋过无互因道财，主要就是要叫因会记得家己是蛇。毋过后来这个拍步蛇开始会晓行，会晓做代志了，就离开大武山，有诶嘛生出道财，袂记得家己是百步蛇。秀姑是自出世就无道财，这就代表伊无袂记得家己是蛇，是为大武山来诶。长老也阁特别交代秀姑，就毋通袂记得即件代志。毋过真敖唱歌诶秀姑变做歌星了后，对人时行，为着要穿会当闹道财诶衫，怎去做一个假道财？伊真紧歌就唱袂好，阁转来找长老诶时阵，长老是足失望，甲讲你唱诶歌已经死去啊，你嘛袂当转去大武山。即个故事有啥物意思？大家会使想看觅。小说内底也阁有讲到万里溪、嘉拔溪、乌乌溪，强实因过詹文溪，毋是号做詹文溪。诸罗传记的记载是写讲，上顶面迄节到大内叫做万里溪，往西到小人峡这段号做嘉拔溪，佮经过小人流入去海这段号做后红溪。进前讲青梅蛇做大水的时阵，我有讲到詹文溪伊会一直改道流去别位。有一摆，詹文溪无佮经过后红遐，伊旧的迄个河道变做长头河，新的迄条即马号做将军溪。詹文溪的名有无共的讲法，一个是讲荷兰人的时代有一个号做詹文的人伫溪边咧开垦，所以就号做詹文溪。另外一个讲法是讲，溪水伊改道的时阵，有一摆伫溪顶抓做一个真重要的渡口，号做詹门渡。万里溪就改名叫做詹门溪，后来才变做詹文溪。接落来是这本册写的所在到底是伫倒位？西拉雅人为咖喱来到神话塞堡米亚卡，顺乌乌溪、万里溪到嘉金山，也有另外一群人往东先来到玉井、大巴尼，后来才来到高雄南子山溪往东去。这个地名真侪是古早的地名，有诶伫小说内底会特别解说，像嘉金山是伫倒位。册内底都有写讲是即阵的番仔寮，也是因爸的家族开始要走去觅迄个所在比亚卡是伫倒位。册内嘛有写讲这是伫即卖的大内比亚卡，若看即阵的地图是写比亚卡，毋过册内会写着无共时代用的地名。有时我咧看的时阵嘛毋知影讲即卖即个地名到底是伫倒位。所以旧年举办单雷文学节的时阵，有一个真重要的活动甲事工，因有去行搭遮个地点，也阁有记录落来。大家即马若去山顶找老台语、随时台语社，就会当看到。内面也阁有地图的连啊，整理遐个地点。除了遮个地点整理甲真详细，有相片以外，因伫现场读这本小说，佮有录影嘛看得到。若对这部小说有兴趣的人，会当去看卖啊。顺续嘛去找这个地点，内面也佮有袂少讲解，真正政府有出钱去整理出来的纪念地点，
敢若北投洋文化园区。这个北投甲台北的北投意思是相共的，红衣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地点就是大巴年纪念公园，是讲敢若这两个所在佫无开偌济经费，所以去参观的人也诚少。我想，若是会当甲遮个西拉雅文化相关的地点用较济经费做了较好的时阵，互佫较济人会当去讲遮个故事。台湾就有佫较济人会知影遮英国的历史。我今日先讲到遮，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也嘛请会记得订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意思配的链仔，就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